Today's healthy living will be presented in Cantonese with subtitles in Arabic, Aussies of Vietnamese, Chinese, English, French, German, Indonesian, Italian, Japanese, Korean, Malay, Mongolian, Persian, Portuguese, Russian, Spanish, and Thai. 咁我覺得呢度本身就係一個咧，即係一個開放教育，一個咧實踐綠色生活教育嘅一個好難得嘅平台啊！咁對於好多即係尋求緊一啲理想教育嘅家長嚟講咧，呢度係一個小小嘅福地啦，可以咁講。珍貴嘅觀眾，歡迎收睇無上師電視台健康生活節目。本週嘅節目將介紹香港嘅私立小學嘉亞香思自然學校。該校嘅教學方式以自然為中心。嘉亞係希臘文，係大地之母嘅意思。香思自然學校創立於2007年10月，創辦者係一群熱愛地球嘅專業教育人士。香思自然學校校長劉永佳被大家稱為一葉，佢係自然協會嘅創辦人。該協會會員堅信人應與自然和諧相處，因為係我哋嘅本性。香思自然學校嘅課程強調要環保，並宣揚喺健康同建設性嘅環境中學習同成長。呢度包括為學生提供母育嘅飲食。2001年嗰時籌備，我係籌備成員之一。1993年就創立自然協會，我係亦都係當時嘅創辦人之一。其實我哋話喺大自然學習，主要想就係你翻去你嘅屋企，翻去我哋即係呢個共同體，就係我大地母親呢度，體驗翻一種咧，其實更加博大、更加廣闊嘅存在，一種其實係唔孤獨嘅感覺嚟嘅。香思自然學校嘅教育模式同香港其他嘅小學截然不同，佢採用喺英國、美國同福爾摩沙、台灣都好成功嘅教學方法。學校創立前，劉永佳校長同李藹儀老師，大家都叫佢小雨，連同其他人前往福爾摩沙、台灣參觀以生態為核心理念嘅學校。佢哋收集嘅資訊成為創辦香思自然學校嘅寶貴資源。香思自然學校亦有特別設計嘅課程，針對喺香港長大嘅孩童嘅需要。香思自然學校尊重個別差異，因此學校冇要求學生着校服。喺自由活動時間，學生到戶外時，老師鼓勵學生赤腳咁走喺操場上，咁樣佢哋就能夠收到大地母親嘅能量。香思自然學校重視學術成就，但係佢哋亦認為學生應發展生活技能，以及對環境嘅敏感度。香思自然學校嘅學生學習自律，點樣成為領導者，並努力提高解決問題嘅能力。師生同父母都有自己選擇嘅自然名稱。自然名稱嘅目的係提倡同地球嘅緊密關係。香思自然學校有10名教師同41名學生。我哋咧9點鐘就返學嘅，3點半咧就放學。跟住我哋上晝咧就係一啲嘅比較多係一啲嘅所謂嘅必修科目啊。必修科目咧就包括中文、英文、數學、專題科、視藝科咁樣啦。咁當然高年班咧就仲有音樂堂嘅，係。咁另外去到下晝，頭先講啦，下晝啦，一般嚟講我哋就係一啲選修嘅科目啦。裡面嘅範疇都多類嘅，譬如有啲可能做手工啦，可能學吉他啊、話劇啊。咁另外咧，我哋嘅課程裏邊咧就有啲生活科嘅部分嘅，例如勞動課啦。勞動課咧，我哋就會將全校嘅同學分組，會做唔同嘅勞動嘅，例如推啲嘢去賣啦，
推啲廢紙啊嗰啲嘢去賣啦。會有同學咧就打理下校園嘅花草啦，會有同學咧就做啲校園嘅建設啊，做壁布板啊，清理圖書館啊等等啦咁樣。咁呢個勞動科啦。咁我哋有生活法庭嘅，生活法庭咧係我哋做咩嘅咧？就係俾同學有一啲人與人之間嘅糾紛啊出現嘅時候，咁我就會喺法庭裏面解決啦。每一個月咧都有一次嘅戶外學習日嘅。咁裏邊會做咩咧？有時會去行山啦，會去沙灘，有時會游水啦，睇下天氣啦。咁又睇下我哋會唔會知道有啲新嘅嘢啦。譬如有同學話話俾我哋聽啊，嗰度有個蝙蝠洞啊，咁我哋一齊去嗰度考察下啦。又試過去啲離島嗰度玩啊咁樣啦。咁其實我哋都想透過多啲嘅戶外嘅學習啦，俾佢哋咧多啲親身接觸呢個大自然啊咁咯。想要與大地母親和諧相處，人類必須採用慈悲嘅植物性飲食。香思自然學校師生嘅午餐都係素食㗎。咁我哋都係推動緊呢個即係生機，即係話咧食得比較上多啲生嘅比例，食全素。咁本身呢個活動咧，呢個體驗就係去嘗試就係即係反思翻我哋而家飲食嘅文明啊。好多嘢行錯咗路嘅，我哋就食咗好多我哋所謂不單止係冇益啦，仲有害嘅物質啦，同埋就食咗大量即係所謂個食肉工業所生產出嚟嘅嘢啦。咁我哋覺得其實可以即係十足一清喺嗰個午餐度嘗試做改變啦，使一啲我哋即係習慣咗現代模式嗰啲飲食嘅朋友可以試下，其實有嘅另外一種選擇。喺香思自然學校，每個學童都係獨一無二㗎。老師自覺咁調整佢哋嘅教學風格，嚟滿足學生嘅需要。呢個方法能減少學生遇到困難課業時產生嘅壓力。香思自然學校嘅辦學理念強調，學習同生活係一體㗎。咁我哋呢度就會體察就話，即係人本學習嘅意思就係覺得其實每個人係唔同嘅。咁有啲人學得快啲，有啲人慢啲，有啲人多啲用身體學習，有啲可能用呢個藝術嘅方式學習。咁有啲可能佢可以好安靜咁樣聽同埋讀同埋寫。我呢度嘅家長咧有一部分咧就係本身佢都有綠色生活嘅取向嘅，即係佢覺得呢個小朋友係即係應該學得比較自然同埋開心啊。咁有一部分可能喺原有嘅學校咧就有啲適應上或者挫折嘅嘢啦，咁佢哋就另謀出路嘅時候就認識到我哋。以下係香思自然學校一啲學生同家長對學校嘅睇法。我叫青雲，咁我仔咧就喺度讀4年班，佢係木棉花。咁咧，我哋入咗嚟呢間學校2年啦。喺呢間學校咧，其實唔單止係我個仔翻緊學啦，好似我都係翻緊學咁，因為係一個重新學習啲簡樸嘅生活啦。咁我喺度做義工咧，有陣時會幫下啲小朋友溫習啦，有陣時會喺廚房幫手做義工煮下飯啦。咁呢種生活係幾有意義嘅。咁同埋小朋友讀書就比以前輕鬆好多啦，可以學到嘅嘢咧。就唔單止淨係即係課本啊，其實喺生活上面咧，學到嘅、觀察到嘅嘢都比以前豐富嘅，咁個人又輕鬆好多。咁所以我覺得喺自然學校咧，係一種另類嘅學校生活，係幾值得嘗試嘅。我小朋友喺度讀，開心咗好多，輕鬆咗好多。青雲認為學校嘅素食理念影響咗佢屋企人嘅飲食。咁而家我哋咧喺屋企咧都盡量係素食嘅。咁其實好處咧就除咗對自己身體好啲之外咧，因為係如果食肉類咧又有微嘅酸性會高啲啊。咁而家食多啲係植物咧，對個身體咧會好啲之外咧，其實對成個環境係好啲嘅。家長珊瑚同河馬以佢哋就讀4年級嘅女兒草蜢為傲。咁我個女嚟咗自然學校
就嚟第3年啦，睇到佢嘅改變有好多啦。咁佢嗰個主動咗好多啦，同埋獨立咗好多啦。咁跟住佢嘅身體亦都好咗好多。係啦，咁呢度咧，我好多謝學校咧對我個女咁愛護咁嘅教育，喺呢個地方我覺得佢揾到好適合嘅上學嘅地方。我好喜歡自然學校講嘅簡樸生活啦，好喜歡自然學校講嘅就係同大自然接觸，好喜歡自然學校講嘅自主學習。咁我會覺得小朋友咧，佢係有呢啲咁嘅需要嘅。我自己睇到出邊好多家庭咧，家長嘅擔心就係擔心小朋友競爭力差，競爭力唔夠人強。咁而其實呢度後邊好大嘅諗法就係一啲嘅物質化，太過物質化啦。如果我哋大人能夠譬如用翻我自己嘅例子，當我去揀一個簡樸生活嘅時候，其實可能係我可以讓多啲時間出嚟照顧我自己小朋友。當初之前嗰間學校實在對我太辛苦啦。我每晚做完功課都11點12點，做完功課之後仲要溫書，有陣時溫到12點或者凌晨1點都未瞓得覺，所以我先轉入嚟呢間學校讀翻呢間，可唔可以改進我嘅學業啊？令我開心啲咁咯。鄉師自然學校嘅學生非常喜歡角色扮演，咁有助於自主學習。喺劉永佳校長嘅同意下，我哋邀請一啲學生扮演記者，採訪其他師生同家長。喺佢哋開始之前，我哋簡單介紹點樣進行採訪，佢哋都學得好快，採訪得非常好啊！你好，我係無線書電視台嘅小記者，第一條係點解你會入嚟呢間學校呢？其實當初呢，係媽媽話俾我聽有呢一間學校嘅，咁就佢又話俾我聽呢間學校就係好自由啦，有好多嘢玩啦，同埋仲可以自己揀一啲科目㗎喎。咁我就好中意呢間學校啦，咁我就話要讀呢間學校，跟住媽媽就幫我揀咗呢間學校啦。我仲學咗咧同大家相處喎，我喺呢度咧識咗好多唔同嘅朋友。原來係咁。我想問你咧，你中意乜嘢科目？你幾多年級啊？我而家6年級，我最中意嘅科目咧係中文，同埋如果係選修科嘅話，我中意嘅科目咧就係水墨畫啦。我想講問一個義工嘅家長，我想向大家嘅觀眾想介紹呢個家長嘅職。請你講你個名啦。大家好，我叫樹紅，我個女呢喺呢度讀4年級，佢個名叫熊貓。點解我呢間學校嘅紀念呢？咁呢間學校嗰個理念咧就好強調係喺生活當中裏頭學習咯。咁佢嚟到呢一度就係要學識點樣去對待自己，繼而咧就要去擴展到去人群外邊咯。咁呢度嘅學習係相當多嘅，係相當廣泛嘅。點解你會嚟呢度教嘅？點解我會嚟教？因為我中意細路仔咯，所以咧我就想喺度開一間可以帶小朋友去大自然玩嘅一間學校。採訪結束前，我哋贈送鄉師自然學校嘅師生每人一本青海無上師嘅國際冠軍暢銷書《高貴的野生》，佢哋都歡喜咁收下。我哋讚揚劉永佳校長同鄉師自然學校嘅所有老師全心全意為每位學生提供適宜嘅學習環境，讓佢哋充分發揮潛能，並喺身心靈上得到好大嘅發展。吃全素，環保救地球。
請上網查詢香思自然學校嘅詳細資訊 www.gaiaschool.edu.hk。明智嘅觀眾，感謝你善心收睇今日嘅健康生活節目。願所有孩童喺美麗永續嘅地球上擁有光明嘅未來。Wise viewers, thank you for your kind company today on Healthy Living. May all children forever have a bright future on our beautiful and sustainable earth.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visit www.suprememastertv.com/HL.